2001年3月16日，河北省石家庄市发生了一系列爆炸事件，爆炸的位置都位于人口密集的居民区内，一栋职工宿舍被夷为平地，多栋单元楼被炸塌。这一系列爆炸共计造成108人死亡，38人受伤。事件发生后，警方调查发现，这是有人故意引爆炸弹所致。伴随着警方的调查深入，这个灭绝人性的歹徒以及他的同伙逐渐浮出了水面。石家庄316特大爆炸案。2001年3月16日凌晨4点16分，石家庄国民3厂宿舍区内的15号楼发生了爆炸，西侧外墙被炸开。随后，同小区的16号楼也发生了爆炸，整栋楼被夷为了平地。4点30分，长安区和平路世界一公司宿舍1号楼第3单元被炸塌。4点45分，新华区电大街13号市五金公司宿舍楼第1单元整体倒塌。5点01分，桥东区月华路明星街12号居民楼边发生了爆炸，现场情况极为惨烈，有几栋居民楼几乎被夷为了平地。有许多居民甚至都没来得及反应，就被废墟给掩埋了。要知道，凌晨4点左右，大部分的人都还在睡梦中，谁能想到自家的小区单元楼会发生爆炸，甚至于整栋楼都会被炸毁呢？事后，公安部门统计，这一系列爆炸事件共造成108人死亡，38人受伤。发生爆炸的5处地点直径范围都在3公里左右。那么，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几个地方连续发生爆炸呢？案件发生后引起了公安部的高度重视，随即派出20多名刑侦技术专家赶到了案发现场。在调查过程中，警方在现场提取到了炸药爆炸后产生的残留物。经过技术比对，警方发现这5处爆炸点的炸药种类、装置类型、引爆方式竟然完全一致，而造成这么剧烈的爆炸，炸药总量至少需要500公斤。什么概念呢？就比如这种5公斤的大米需要100袋。这么多的炸药到底是怎么获得的呢？这个歹徒会不会再次进行这种无差别的屠杀行为呢？警方专家组综合了案件的性质和细节，推断出了凶手的3个特征：第一，个性极端，有犯罪前科；第二，掌握一定的爆破技能，并多次预谋踩点；第三，与这5处爆炸地点的居民有密切的往来，并且产生过矛盾。基于以上3点，警方对案发地附近进行了拉网式的排查。经过警方后期大量的走访工作，终于一个叫靳某的男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。靳某41岁，1988年因强奸罪被判有期徒刑10年，1997年减刑出狱。出狱后一直没有稳定的职业。警方通过排查发现，靳某与几处爆炸地点的人都有过密切的关系。靳某的家就位于整体被炸毁的国民3厂宿舍区16号楼201室。警方调查中发现，靳某与住在301室的一家人长期不和。靳某曾经就扬言要炸楼，被炸的同小区15号楼西侧房间为靳某的继母所住。靳某对他也是怀恨在心。新华区电大街13号五金公司宿舍是靳某的前妻与她现任的丈夫居住的地方。长安区和平路世界一公司宿舍楼是他前妻父母的家。因为婚姻不和，靳某对前妻一家人也怀恨在心。最后一处爆炸点，那栋居民楼，本来是靳某的生父母所有，后来因为靳某的姐姐私自将房屋出售，姐弟俩因为房款如何分配产生了矛盾，至此靳某对姐姐也产生了仇恨的心理。随着警方的调查深入，靳某的作案嫌疑逐渐增大。通过走访靳某的亲戚和朋友，警方得知靳某有大量制作炸药的书籍，并曾试制过炸药。在靳某被炸毁的家中，警方还发现了他的一本日记，其中详细记载了炸药的配方和杀人的方法。有犯罪前科，具有爆炸技能，同时与5处爆炸点居民都有联系。靳某完全符合之前警方给出的3个嫌疑人的特征，于是警方就开始对这个靳某进行了追踪。不久之后，云南警方反馈了一个重要的线索。2001年3月9日，云南马关县女性韦某被杀。经过当地警方侦查，她的同居男友有重大的嫌疑，而这名男子正是河北石家庄人靳某。然而在之前，云南公安部门发给石家庄警方的协查通知上，把靳某的名字写错了，这才导致了靳某一直逍遥法外。现在案件的脉络逐渐清晰起来，随即公安部对靳某下达了 A 级通缉令。那么这个靳某到底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？在公安部的通缉令下达之后，就收到了反馈。河北鹿泉村民张某向警方举报，在3月15日，也就是案发前一天，一个和靳某貌似的人雇过他的车。当时这个人说是要运送一些饲料之类的东西，警方推断靳某运送的可能是炸药。
于是警方就顺着张某提供的线索，找到了河北鹿泉市白沙村的一个废弃的工厂。这个工厂就是生产炸药的黑作坊，而这个炸药生产作坊是由王某顺和郝某琴夫妇非法经营的。在两人看到金某的通缉令后，一下想起来了，就是这个人在他们手上买走了575公斤的炸药。随即警方提取了工厂里的炸药，与316特大爆炸案现场的炸药进行了技术比对，发现316特大爆炸案的炸药就是出自在这里。316特大爆炸案现场只用了500公斤左右的炸药，说明靳某手上还有炸药。如果警方不早日抓到靳某，那么他很有可能再次犯案。于是公安部向全国公安机关发出了紧急通知，从当年的3月21日凌晨至23日24时，组织为期3天的全国集中统一的搜捕行动。果然，事情有了转机。3月22日晚上8点30，广西壮族自治区陈先生下班回家路上遇到了一个神秘的男子。陈先生经过与这名男子短暂的交流后，发现他很像是公安部 A 级通缉令中的靳某。陈先生随后向警方汇报了这一情况。当地警方立即赶往了现场，并在附近的小卖部发现了靳某的踪迹。靳某在小卖部里购买了一些东西之后离开了。而在第二天早上7点30分，当地居民苏先生也发现了这名酷似靳某的男子，随即苏先生也报了警。警方立即赶往现场调查，果然在当地小学附近发现了犯罪嫌疑人靳某。经过警方的合理围捕，靳某于2001年3月23日上午8点30分被抓。在他的包里，警方还发现了365克还没有用完的炸药和34枚雷管。根据靳某自己的描述，这些炸药是他准备用来了结自己生命的。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靳某的性格如此的极端扭曲呢？原来靳某8岁的那年患上了中耳炎，由于当时的医疗水平有限，他失去了大部分的听力，随之表达能力也受限了。突如其来的身体残疾带来的是心理上的自卑和极端。成年后，靳某经人介绍结识了前妻郁某，婚后两人便开始一起做化妆品的销售工作。那段时间，靳某还算是混得可以。后来因为经济富裕，靳某就开始各种花天酒地。妻子郁某多次劝说，但靳某并无悔改。随之而来的就是1988年，靳某因为强奸罪被判入狱10年。在靳某服刑期间，妻子郁某并没有抛弃他。可直到有一次，郁某去监狱探望靳某，靳某的狱友给妻子倒了一杯水，靳某就咬定妻子和狱友偷情，并且还扬言要杀了狱友。所以在1990年，妻子郁某选择和靳某离婚。此后，靳某就开始走向了极端。他每天都在写日记，日记的内容都是关于怎么杀人。1997年减刑出狱后，靳某去了云南。2000年8月，在这里遇到了云南女青年韦某，两人很快的就确立了关系。但是相处一段时间后，靳某的本性就暴露了出来。2001年3月9日，靳某与韦某发生了争执，靳某随即抽出了挂在墙边的柴刀，砍死了韦某，潜逃了。在这次案发1周后，也就是2001年3月16日，靳某就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石家庄316特大爆炸案。那么为什么靳某会在这5个地方使用了近500公斤的炸药呢？他第一次是购买了25公斤的炸药进行了试爆。靳某本身听力就有问题，觉得25公斤的炸药威力并不算大，于是他就在之后的爆炸案件中加倍的使用了炸药的用量。靳某到案后，警方告诉他，爆炸案炸死了100多个人时，他自己也很吃惊。最终，靳某因过于杀人罪、爆炸罪被判处死刑。王某顺和郝某琴夫妇因非法制造、买卖爆炸物被判处死刑。因向靳某提供雷管和导火索的胡某，犯非法买卖爆炸物罪被判处死刑，缓期2年执行。2001年4月29日，靳某、王某顺和郝某琴被执行死刑。靳某用950元人民币购买了575公斤土制炸药，炸死了108名无辜的群众。有很多是一家老小多口人一起被炸死，连躲避反应的时间都没有。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再凶恶的歹徒始终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。